咁其實咧，大家都好想知道點解當初咧會有呢個靈感咧，就係拍一條急口令嘅宣傳片嘅咧。靈感係我同影視娛樂博覽嘅成班同事，我哋每年一齊工作一齊開會嘅。咁佢哋覺得今年有好多嘢要表達，我哋覺得我哋自己表達方法點講都表達唔晒每個部門要表達嘅嘢。咁所以最後由後邊另一個團體創意團體咧，就幫我哋創作咗一個叫做，不如將每一個部門嘅名都講晒出嚟。咁總之講晒，咁變咗嚟講。推廣過程裏邊，我哋起碼盡咗責啦。一做推廣就要盡責，咁就係咁簡單。個30秒，但時間因為我哋呢條片喺唔同嘅地方播，都有個時間嘅限制，30秒係極限，所以只係喺3秒裏邊講晒出嚟。咁可唔可以咧喺呢度咧呼籲一下點樣去支持我哋香港影視娛樂咧？其實香港影視娛樂博覽咧今日開始咗啦，咁嚟緊1嚟嘅6星期，咁希望我相信大家好多好開心嘅嘢俾大家嘅，咁我覺得。一步一步就大家自己去發掘咁其中入邊有啲部分我都會參與去支持嘅，即係只要我自己能夠做到嘅話，咁我都會去支持。